你知道嘛？2025年 F1 賽季完結之後，一般嘅車迷要等91日先會迎接全新嘅賽季。但係作為 Eurotalk 觀眾嘅你，只係需要等3個月。呢句說話講得實在太有道理啦，歡迎記低佢啊！大家好，我係 L。休季期間，大家睇嚟好似休息咁，但係其實上至車廠工程師們，下至我哋呢啲賽車媒體，都一直準備迎接2026嘅全新賽季。今年 F1 唔單止會迎接賽車史上最大規模嘅技術規格修改，仲有新車隊、新嘅 Power Unit 製造商，甚至有新賽站加入添。同學們上行啦！明白2026年嘅改變係非常之多嘅，所以我哋抽咗25個相比較上年嘅一啲變化，同大家一齊了解一下2026年車迷必知事項。2026年賽季最具討論度嘅，一定係全新嘅賽車技術規則。其實咧，我哋嘅拍檔們咧都分別出過唔同嘅影片去講解噶啦，一陣間去補堂啦。我呢度咧先俾大家個懶人包先，同大家溫故知新一下。F1 一直咧都係一項與時並進嘅運動嚟嘅，每一次改變通常都離唔開幾個核心嘅目的嘅：公平性、可觀性，仲有競爭性。上一次涉及到動力元件大改例咧，已經係2014年啦。當年 F1 咧由 V8 嘅自然吸氣引擎改為 V6 嘅渦輪混能引擎，而去到2022年 ，F1 又迎接一個大規模嘅空氣動力學改革，地面效應回歸，成部車嘅概念嚟一次大翻身。到今年嘅2026年啦，唔單止係動力元件再改，連賽車嘅尺寸、車架、空氣動力學概念等等都會大幅度重整，可以話係近代其中一次最大規模嘅改例。先講下外觀先，新車嘅外形同空氣動力學設計咧有好大嘅變化。首先就係取消咗使用咗只係短短幾年嘅地面效應，即係話各大車隊喺呢幾年嘅努力成果歸零，要重新開始。賽車嘅空氣動力套件設計大幅度簡化，比較明顯嘅措施咧，包括咗重新用更加平整嘅底板啦，大幅削減咗車底能夠製造出嚟嘅下壓力，重新使用翻喺 Cypher 嘅破風板，頭翼尺寸收窄咗100mm， 亦都加大咗頭翼兩邊嘅細翼，外形同2000年代嘅設計頗為相似，只用咗幾年嘅頭轆擾流翼同埋 beam ring 等等嘅附加件咧，亦都被取消咗。官方預計新賽車下壓力咧係會減少30%，風阻咧就會減低大概55%，同時咧能夠減少車尾製造出嚟嘅亂流，令到車手更加容易跟車同埋爬頭。不過呢一點咧，我哋就聽住先啦，因為過往嘅幾次空氣動力大改例咧，都係用呢個原因嘅，但係成果我哋有目共睹。隨住車隊不斷研發，佢哋往往咧都能夠重新揾翻失去咗嘅下壓力，然後亂流嘅問題咧又會再一次出現啦。另外，下一年嘅賽車唔單止係尾翼啊，連頭翼都係可動式，而且係車手可以控制嘅主動式設計。喺彎道上邊會維持翻正常嘅高下壓力配置，會稱為彎道模式。當能夠全油門行駛至少3秒嘅直路嘅時候咧，就可以切換去到低阻力嘅直路模式。模式切換咧係唔需要考慮同前車之間嘅距離噶。不過當比賽處於濕地狀態，賽方咧就可能會禁止使用主動式嘅空氣動力套件，或者只係可以俾佢改變頭翼嘅角度，令到尾翼保持喺高下壓力嘅配置。實際點樣安排咧，就要睇下賽會當其時指示啦。車架方面，新規例嘅另一個目標咧，就係要縮細賽車嘅尺寸同埋減重，令到賽車可以變得更加靈活，比賽就會更加好睇。新車咧沿用翻18寸嘅輪胎，而前轆嘅闊度咧係收窄咗25mm， 後胎嘅闊度咧就減少咗30mm， 軸距縮短咗200mm， 闊度亦都收窄咗100mm， 底板嘅闊度咧就減少咗150mm。不過簡單一句就係變細咗。賽車嘅目標重量設定咗768 kg， 對比喺上年800 kg 咧減低咗32公斤。但係有好多車隊同埋車手咧都對能唔能夠實現呢一個數字表示質疑，特別係新規例嘅一年，因為車隊喺規則初期咧仍然喺摸索階段，有好多設計咧都未必能夠做得最好。2022年 Red Bull 嘅 RB18 賽車就係一個超重嘅例子啦。各隊賽車通常要去到下一個賽季先至能夠成功減重。另外，新動力元件嘅電池體積更加大，重量亦都比起上一代嘅動力單元更加高。賽車嘅車架而家要求具備更加好嘅防撞設計，包括前後咧都能夠承受最少2次嘅撞擊，呢一啲咧都係不利賽車減重嘅。
要知道賽車每增加10 kg 單圈就會大概慢0.3秒，所以呢個咧就要睇下車隊要點樣去解決重量方面嘅問題啦。既然講到電池啦，就不得不要睇下重中之重嘅 Power Unit 動力單元。第一樣我哋要知道嘅就係2025年咧，雖然係沿用翻1600cc V6 嘅單 turbo 引擎，但係動力咧就會由800嘅馬力大幅度下降去到540馬力。其中一個減少輸出嘅措施就係將壓縮比由以往嘅18:1降到16:1。引擎嘅動力減低咗，就意味住混能系統嘅輸出比重咧，亦都會大幅度改變。新規例嘅最大變化咧，就係取消咗一直為人詬病、結構複雜而且難以直接應用喺市售車嘅熱能回收系統 MGUH， 同時咧提升咗動力回收系統 MGUK 嘅輸出，由而家大概120 kW 提升去到大概350 kW， 增幅達到3倍。令到內燃引擎同埋電力輸出嘅比例咧接近50-50。呢項改變對於車迷嚟講咧，較大嘅影響當然就係聲音啦。同時電力佔比提高去到50% 啫，就會衍生出另外一個問題啦，就係電池嘅電量或者唔足以去支持賽車喺極速上面嘅表現。車隊喺模擬器測試嘅時候咧，就曾經遇到賽車長直路嘅時候，電力好快就用晒，需要減速等等嘅情況，所以呢個係規則出台初期各大車廠擔心嘅問題嚟㗎。但係目前咧就仲未有傳出有關於電力好快用晒等等嘅問題。而燃料方面，2026年就會全面使用更加先進嘅碳中和燃料，即係喺燃料裏邊再加入一啲再生能源成分，達到大規模減碳目標。而今年仲會引有一套新嘅爬頭概念。唔係只係依靠傳統嘅 DRS 打開尾翼減低風阻，而係配合 Power Unit 電池嘅增壓模式 Boost Mode 更加高輸出嘅爬頭模式 Overtake Mode。仲有上面我講過嘅主動空氣動力套件咧，車手亦都可以喺任何時候、任何地點使用嘅。較大電能輸出嘅增壓模式咧，就用於攻防戰；而爬頭模式咧就係 DRS 嘅後繼者。同以前 DRS 一樣，車手咧要喺偵測點距離前車1秒範圍內，喺特定嘅區域咧先至可以使用嘅。喺開啟咗超車模式之後咧，350 kW 嘅電池咧就會一路輸出，直到架車保持喺時速337公里。而當車手需要回收或者節省能源嘅時候咧，就可以改為叉電模式 Recharge Mode。以上種種咧，可以預計得到未來 F1 賽車嘅駕駛模式咧，將會由輪胎管理轉變成為能量管理。F1 同 FIA 推出咗呢套全新嘅動力單元規則之後，另一個最明確嘅目標就係要吸引更加多嘅車廠加入，同市售車有更加多嘅技術關聯性。以而家嘅情況嚟睇咧，佢哋係成功嘅。除咗 Mercedes、Ferrari 會繼續留守之外， Audi、GM 旗下嘅 Cadillac 都係會以廠隊身份加入。Ford、Honda 亦都決定重返 F1， 而 McLaren、Aston Martin、Alpine 再加埋 Haas 嘅技術合作夥伴 Toyota， 今年有10間車廠出戰，就好似翻到我細個嘅時候喺聖鬥士星矢裏邊多勢力嘅混戰，圍住各個人嘅信念、宿命同埋犧牲所展開嘅神話戰爭世界。80後、90後嘅你係咪俾我勾起咗唔少嘅童年回憶咧？而家我哋一齊翻到陪伴咗我哋整個世代成長嘅世界，聖鬥士星矢正義傳說5周年特典盛大開幕，你一定會知道有啲角色唔係勝負嘅象徵，而係一段冇辦法放低嘅記憶。喺冥王神話裏邊，處女座阿瑟薇達為咗要製造念珠而犧牲咗自己，呢一幕成為咗無數聖鬥士星矢粉絲心中嘅一個遺憾。而家佢翻嚟啦，聖鬥士星矢正義傳說迎接5周年，處女座阿瑟薇達正式王者歸來。呢佢唔單止係一個情懷，接近神級戰力，絕對係不可或缺嘅核心人，足以左右整個戰局，係每一個玩家都必須要擁有嘅關鍵拼圖。同時，今次嘅5周年活動咧，仲帶嚟咗史上最強嘅福利。活動期間，8大鬥士日日自選，連續爽10日，新手同埋回歸嘅玩家仲可以直接得到光暗核心角色，迅速成型主力陣容。而家更加有限定嘅5周年頭像框、稱號同埋連篇框，參加活動咧就即刻要攞到啦！可以好肯定咁講句，而家正係回歸同埋入手遊戲嘅最佳時機。錯過咗呢次5周年特典嘅話，未必會再有同樣力度嘅福利啦！加入我哋一齊着上呢套無敵嘅聖衣啦！講完多層混戰啦，有唔少車廠咧喺新規例之下都係第一次參加，又或者係重返 F1 嘅。第一間要講嘅車廠就係同 Red Bull 合作研發 Power Unit 嘅 Ford。最近2年先接觸 F1 嘅觀眾咧，可能唔太理解啊。
Ford 其實係 F1 史上最成功嘅引擎供應商之一。其實我之前咧都有做過呢條影片咧去講 Ford 嘅，所以想知多啲咧去睇睇啦。Ford 自今年開始咧會為到 Red Bull Powertrain 提供電池同埋內燃引擎嘅技術，並且將合作研發出嘅第一部動力單元命名為 DM01， 紀念已故嘅 Red Bull 創辦人。Red Bull 賽車負責人 Laurent Mekies 表示，考慮到成個 Power Unit 部門咧幾乎係由零開始建立嘅，所以預計車隊喺頭幾個月咧係會面臨不敵現有引擎製造商嘅情況。至於大家都好熟悉嘅 Honda， 佢哋做緊咩咧？佢哋完美演繹緊咩叫做光速彈出彈入啊！Honda 喺2023年，即係退出 F1 不足2年，就宣布會以動力單元供應商嘅身份重返 F1 啦，並且係同 Aston Martin 展開咗一個獨家合作關係，希望延續喺 F1 上面嘅成功。至於選擇同 Aston Martin 合作咧，就係睇中呢啲車隊嘅潛力同埋決心。不過本田賽車部門 HRC 主席渡邊康治亦都預計 Honda 咧喺開季時候唔會係一個最好嘅製造商，直言唔係咁多嘢都好順利㗎，仲有好多嘢都面臨住挑戰。與此同時，今年亦都迎接咗全新嘅動力單元製造商 Audi。呢間德國汽車巨頭早就喺2022年宣布會喺2026年進軍 F1， 更加喺德國嘅 Neuburg 廠房裏邊研發同埋生產動力單元，並且上年收購 Sauber 嘅 100% 股份，將呢支瑞士車隊納入旗下。由於 Audi 係首次參戰 F1， 而且仲要係自主研發動力單元，所依靠嘅就係 Audi 自己開發嘅電動車。以前參加 WEC、LMP1 級別，仲有 Sauber 自己嘅一啲參賽經驗，所以參賽第一年咧都係會以學習為主嘅。不過喺1月初 ，Audi 搶先其他車隊一步，將佢嘅全新賽車 R26帶到去巴塞隆納進行首次嘅實地測試。雖然首次測試咧只係跑咗50公里，代表住賽車嘅軟件同埋硬件方面仍有更加多需要磨合嘅工作，但係截至目前為止都仲未有聽過任何可靠性嘅問題。至少咧，我哋係知道 Audi 喺研發進度上邊係冇問題，而且初步咧亦都係成能達標嘅。另外，今年仲有一支新車隊加入，令到 F1 相隔10年再有第11支車隊參戰。最近都有唔少影片講過卡特迪加入 F1 嘅過程，咁我呢度咧就唔再重複啦。佢哋喺今年咧開始參加 F1， 並且參賽嘅第一年就會成為法拉利嘅客戶，用翻佢哋嘅引擎。去到2029年咧開始自主研發屬於自己嘅引擎。車手陣容全部都係好有經驗嘅，兩個昔日嘅王牌2號車手 Valtteri Bottas 同埋 Sergio Perez會擔當正選，而周冠宇咧就會成為後備車手。有人入局，自然就有人出局。喺美國、德國品牌相繼參戰嘅同時，場上唯一嘅法國品牌 Renault 決定放棄自家嘅動力單元，旗下車隊 Alpine 喺今年開始會成為 Mercedes 嘅客戶車隊，指望咧真係能夠扭轉多年嘅劣勢啦。至於大家最關心嘅各隊競爭力咧，唔好話我哋唔知啊，連車隊車廠本身都唔知啊。而家佢哋工作咧，只能夠按照時間表去完成佢哋研發嘅目標，同埋確保架車係真係行得到。性能上嘅分野咧，恐怕要去到之後嘅巴林測試先至見到啦。新規例、新車隊都有啦，賽制方面咧都會有唔同嘅安排。即係我上面咁講啦，今年嘅 F1 技術規例咧，由動力單元啦、車架啦、空氣動力學咧都有大幅度嘅改變。就係因為咁，所以 F1 特別安排咗3輪嘅季前測試，一共有9日嘅時間俾車隊試車，累積新車嘅操作經驗啦，同埋行駛里程。上一次有多輪季前測試嘅咧係2022年，當年 F1 引入咗關鍵分規例，所以進行咗2輪測試。而今年嘅第一輪季前測試咧，就喺1月26號到30號西班牙嘅巴塞隆納舉行。你睇到條影片嘅時候咧，測試其實已經完咗㗎啦。另外2輪咧就會喺2月中間，移師咧去到巴林國際賽車場。但同巴林嘅2輪測試唔同，巴塞隆納嘅測試咧係閉門進行嘅，係唔會開放俾觀眾啦，又或者係媒體入去睇嘅，亦都唔會提供現場嘅直播或者 live timing 等等。巴塞隆納測試咧就會有5日，但係車隊咧只能夠揀其中嘅3日做測試。只要有一部車完成過1個圈咧，嗰日就計咗數㗎啦。無論佢之後跑過幾多圈，都會當成1日測試。車隊咧就需要靈活咁去安排測試時間啦。有啲車隊咧可能會喺第一日完成較長距離嘅測試，之後嗰日咧就唔上賽道，全日要用嚟校架車同埋分析數據。去到第3日咧再上賽道測試，或者會有車隊會準備用更加長嘅時間做準備，直到最後嘅3日一次過跑晒去。
當然車隊咧都會根據住天氣預報選擇一個條件較為好嘅3日嚟做試車。值得一提嘅係，由於 Aston Martin、Cadillac、McLaren 同 Williams 都喺巴塞隆拿測試之後咧，先至會發布新車嘅拉花，所以佢哋喺測試裏邊咧就必須要用特別版拉花，又或者用正式。因為 F1 係規定車隊只能夠透過官方嘅發布會去公布未出嘅常規車花，確保觀眾能夠喺公開渠道睇到新拉花。巴塞隆拿測試主要咧係俾車隊進行比較初步嘅測試，對於單圈性能要求唔高嘅。所以即使我哋睇到各隊嘅測試數字，都唔需要為到車隊之間嘅單圈差距感到悲觀，反而我哋可以由佢完成嘅里數去得知佢嘅賽車嘅可靠性係咪高。至於第2輪同第3輪咧，就分別喺2月11號到13號同埋2月18號到20號舉行嘅。到嗰陣時 F1 會有直播嘅，車隊咧亦都會開始進行更加嚴格嘅測試，用更加接近正賽嘅比賽速度嚟模擬翻排位賽同埋正賽，單圈時間咧亦都會有改善嘅。同時，車隊仲會帶嚟唔同嘅升級套件，研究理想嘅調校同埋後續嘅研發方向。所以賽車嘅外形咧，可能係會同巴塞隆拿測試嘅時候有明顯嘅唔同。完成季前測試之後，就要進入到正賽比賽週末啦。今次嘅賽制同埋積分安排咧，同上年係一樣嘅。不過眾所周知，今年有第11支車隊 Cadillac 嘅加入，參賽嘅車手咧，亦都增加去到22個人。咁聰明嘅你係咪會諗到賽會要點樣調整排位賽 Q1、Q2 嘅淘汰人數呢？其實呢件事唔難處理㗎。以往有10支車隊嘅時候咧 ，Q1、Q2 就會各自淘汰5個車手，而前10名咧就要進入 Q3。而根據今年嘅比賽規則， Q1、Q2 就會變成各自淘汰6個人。Q1 排喺第17名到22名，同埋 Q2 排喺第11名到16名嘅都冇辦法晉級。Q3 咧就會保持住10個車手參加。呢度規則咧亦都適用喺衝刺排位賽同埋正賽排位賽裏邊嘅。年資較深嘅車迷咧，應該都會見過呢種淘汰車手嘅安排㗎。因為2016年係上一個有11支車隊參賽嘅賽季，當年咧都係 Q1、Q2 各淘汰6個車手嘅模式。而喺2010年多達12支車隊24個車手參加，當局咧都係按比例咁去淘汰嘅。Q1、Q2 嘅淘汰人數咧各自變成7個車手，而 F1 咧亦都規定最多可以有13支車隊，即係26個車手參加嘅。喺呢個情況底下咧 ，Q1、Q2 就最多會淘汰8個車手。至於每一節嘅排位賽時段咧，其實係不變嘅。3節正賽排位時間咧，分別係18分鐘、15分鐘、12分鐘；而衝刺排位賽咧就會係12分鐘、10分鐘、8分鐘。其中 SQ1 同 SQ2 咧要用中性胎，而 SQ3 咧就會用軟胎。2026年賽季咧可以用一個字嚟形容嘅，就係新。喺新規則啦、新車隊、新車廠加盟之後咧，當然就仲有新賽站啦。呢個就係位於西班牙首都馬德里 Madrid 嘅 McLaren 賽道。呢度係繼2020年葡萄牙 Portimao 之後第一個新嘅 F1 歐洲賽站。咁由最後一年舉辦 F1 嘅巴塞隆拿站手上繼承西班牙大英賽嘅名號。不過其實馬德里咧就唔係第一次舉辦 F1 比賽嘅，在1960年代咧，西班牙就已經喺馬德里嘅北部仲有埋賽車場舉辦過。即係今次 F1 咧係首次進入到馬德里嘅核心地區。馬德里要復辦 F1 呢個計劃喺2019年咧就已經開始咗㗎啦。當地嘅自治區政府咧希望喺一條全新嘅賽道上面舉辦 F1， 並且喺2022年開始賽道嘅規劃工作。雖然當局喺國內咧遇到唔少嚟自唔同政黨嘅反對聲音，主要咧係針對住經濟效益啊，同埋忽視咗醫療啊、住屋等等嘅民生設施。其實唔單止係香港嘅，就連賽車運動咁發達、民眾生活水平較為高嘅歐洲咧，都會出現以上嘅爭議嘅。不過馬德里 F1 計劃咧仍然係穩步咁推進，更加得到 FOM 方面嘅支持，最終敲定喺2026年，即係今年舉辦比賽，仲一口氣簽咗10年 contract。同一個週末咧，仲會舉辦埋 F2 同埋 F3。新賽道嘅名非常簡單直接，就叫做 McLaren， 即係馬德里賽道嘅意思。2年前咧，我有實地考察過㗎，可以睇翻我呢條影片。佢哋咧仲請嚟自馬德里嘅 Carlos Sainz 去擔任代言人。今年係 F1 繼2012年之後，第一次1年之內會有2個嘅西班牙分站。當年除咗喺巴塞隆拿舉辦西班牙站之外，
仲喺華倫西亞舉辦咗一場歐洲大英賽，而去到今次嘅馬德里站，可以講係同時取代咗巴塞隆拿同埋上年不獲續約嘅伊莫拿地位。McLaren 毫無疑問係西班牙站嘅未來，而巴塞隆拿方面咧，有極力爭取咁留喺 F1 裏邊，但係我個人認為咧，機會就真係有限啦，因為西班牙無論喺國土面積啦、商業嘅潛力啦，都冇美國咁大，要好似美國咁做到一國多站嘅機會真係甚低啊！再加埋葡萄牙咧，就將會喺2027年到28年重返 F1。一個伊比利亞半島有3個 F1 賽站咧，就一定會削弱各個賽站嘅商業價值。咁大家又期唔期待呢個馬德里嘅比賽呢？而巴塞隆拿又會唔會繼續舉辦 F1 呢？最後要講嘅，同樣喺賽程方面嘅變動，今年 F1 咧會繼續舉辦6場衝刺賽，但係舉辦嘅賽站咧同過往太唔同啦。除咗上海站同埋馬密站之外，其餘4站都同上年唔同，包括加拿大、英國、荷蘭，仲有新加坡，取代上年嘅比利時、美國 Kota、聖保羅站，仲有卡塔分站。其中加拿大、荷蘭仲有新加坡咧，係第一次舉辦衝刺賽嘅。咁樣嘅安排就意味住今年衝刺賽賽程咧會喺10月完成，就唔會好似上年咁喺最後第6個比賽周咧都仲有3場嘅衝刺賽呢個情況。英國站喺2021年嘅時候就舉辦咗 F1 史上第一場衝刺賽，相隔5年之後回歸。而較為多人討論嘅就係新加入嘅賽站。而呢啲新嘅衝刺賽站咧都各有特色嘅，例如加拿大嘅 Montreal 賽道 Stop and Go 同埋賽道兩邊都有護牆嘅特性咧，係可以幫助車手爬頭。過往偶然都會為到觀眾帶嚟精彩嘅比賽。而 Max Verstappen 嘅主場荷蘭 Zandvoort 賽車場就會喺短期之外嘅最後一屆賽事裏邊舉辦衝刺賽。荷蘭嘅 contract 去到今年就完結㗎啦，而且賽道方咧已經決定咗唔再續約。至於新加坡，呢個自阿塞拜疆站之後，再一次有一條傳統意義上嘅衝刺賽街道賽，外界咧就認為永遠杯賽道嘅特性咧好難爬頭，再加埋衝刺賽就唔使入 pit 嘅，咁到時咧就會變成咗跟車大戰啦。更加多嘅宣傳咧，其實都只係噱頭嚟嘅啫，所以就有人覺得一定係悶車。不過有部分嘅車隊人員咧就認為值得一試喎，其中咧仲包括咗 Alpine 嘅車隊總經理 Stephen Nelson， 佢覺得喺新加坡站舉辦衝刺賽咧，可以吸引更加多人嘅關注，因為3節練習賽對觀眾嚟講咧係非常之悶嘅，加埋衝刺賽咧就可以提升比賽周嘅入場人次啦。哇，講嘢咁鬼 FOM 嘅 F1 喺2021年首次加入里程為100公里衝刺賽，一直以嚟外界咧都對衝刺賽評價兩極，有人就認為多咗一個睇車手正面搶分嘅機會，而呢輪比賽亦都能夠提升車迷嘅關注度。但對車手嚟講咧，就失去咗2節嘅練習時間，衝刺賽就真係要以賽代練啦。不過由於今年 F1 引入咗全新嘅技術規則，賽車嘅設計以至去到車手嘅駕駛風格都會唔同，或者咋，衝刺賽會比過往更加好睇呢？今日影片就嚟到啦，我已經非常盡力去講晒一共25項嘅新變動，希望大家可以做足準備迎接全新嘅2026年賽季。今個星期仲有第2輪嘅 Pre-season testing， 下個禮拜再同大家探討一下新賽車嘅設計同埋11支車隊嘅測試表現。大家最期待今年邊一項改變呢？2026年嘅賽季會唔會比上年更加精彩？歡迎留言討論一下。最後要感謝下對 L 不離不棄用實際行動支持 L 嘅 Patrons 契爺 families， 特別鳴謝 Patrons L 契爺有 L 分絲、Andy 葉、許蓋公、Jason 5、TM 小撒、FU717、Jason Lee、Angelo 6081、David、冠宇煲靈株式會社、Nickfield CPA Limited、Amanif Div、Bin Academy of Mathematics、天后田木水果店同埋一眾嘅 L Family 嘅會員支持。我係 L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